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今日做伙出席亚洲民主人权奖的颁奖典礼，伫现场坐做伙也真热互动。有媒体报道讲，赖总统也感谢韩国瑜代表台湾参加明年1月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的就职典礼。总统府是表示讲，代表团相关的作业也搁伫咧规划，确定了后会向大家来报告。 咱伫港台出席活动，总统赖清德一个落车，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都向前握手问好。两个人伫场内坐做伙，搁真侪解真热情，讲甲袂得煞。有网络媒体报道，赖总统搁感谢韩国瑜要代表台湾参加明年1月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搁祝福伊一路顺风。不过韩国瑜互人问到这件代志，并无加讲。院长会代表出席川普就职吗？ 总统什么时候跟院长联络就职典礼的？有确定会去了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这代志，总统府回应，目前代表团相关作业还搁伫规划，听候确定了后，会正式向个人报告。韩办是回答尊重总统府的安排甲宣布的时间。 2005年，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就职的时阵，当时担任众议院长李婉铁带团出席。2009、2013年，奥巴马就职典礼，由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代表，嘛开始由国会议长带团庆贺的惯例。不过2016年，川普就职的时阵，当时担任立法院长的苏家全，因为立法院宴会处理众议选案，该派前行政院长尤锡坤做祝贺团。但是2020年拜登选赢时阵拄到疫情，南方由驻美前代表萧美琴出席，搁头一届得到典礼特别委员会正式的邀请。 让持续紧张超过半年的朝野关系获得舒缓。韩院长不仅是不二人选，当然也是最佳的人选。这是赖清德总统的一小步，也是未来有更多可能的一大步。我们敲定1月21号是会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只要按表操课，那要善用朝野协商的平台。那如果这样的话，韩院长要代表总统的使团出访，那我们当然都觉得只要议程安排得当。 那这些都可以来支持。国民党立委表示真赞成，因为那是赖总统指派韩国瑜去美国，对党缓解朝野紧张关系。民进党立委是讲，目前重点是爱伫会期内顺利处理完总预算案甲人事同意权案，相信府方会做上适合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 罗法署发生这公务人员行底路案件，前北分署长谢基荣被指控这场霸凌，另外也和这市议员告发乱用公款去送礼，检方也开始调查咯，有去敲这北分署顶20个所在，也约谈谢基荣在内23个人。那针对着这霸凌案件，劳动部也重新启动内部调查，这个结果呢，上紧明仔载就会出来。 伫调查官的介入之下，带真侪人登去审问。上办的案件就是罗法署公务人员行底路这案，专案到今过1个外月，警方提早大动作敲找罗法署北分署等所在，佮头一届约谈前北分署长谢基荣。他现在做这么应对，坦然面对还蛮平静的。应该看你讲的是什么事情啊？对，我应该还好。 检方对查专案查找指挥调查官查20外个所在，约谈23人，列作被告的谢基荣，被指控工课场霸凌，涉嫌犯盗窃等罪嫌。劳动部表示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不方便另外做回应。该分署近期发生的职场霸凌事件，本部课正检讨现行相关法制。 专案也标出工课场霸凌的问题，政府爱安怎甲重点？新的劳动部长洪新汉要提出4大改善的重点，包含十全的申诉制度、管道多元化、订定专职调查机制、强化工课场霸凌防治教育，还有建立后续追踪监督的机制。不管是那个定专法哈，就是。 或者是在我们的目前的治安法定专章，或者修几个重点条文，我们都没有排除，还在收集国内外的相关资讯，广纳专家学者的意见。原则上就是我们下个会期希望能够有这像是那个草案能够送到立法院去做处理。工课场的霸凌安怎预防？治安署表示，无排除制定专法，相关的法制化的作业当日积极研究，并明年5月底进前提出相关的草案。因那罗法署逼出来的工课场霸凌事件，内部的调查结果上紧伫11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台北大湖有妈妈和查某囝行底路，是因为防诈骗1200万。警方调查了后，有掌握到10名嫌犯，目前已经有抓到5个人。现在今仔早起是搁再抓到另外2个。也讲到这去互骗的这金钱，伊的流向目前是还未查到。现在出示取料。警察分真济路出动，去提车手到案。嫌犯后壁的不法集团骗的对象，就是大湖相思命案，这要想要开自杀的这对母女。2名车手，均供称系由脸书的这个网页征求这个收款的工作。其余3名的在逃的车手，我们已经都锁定身份，会积极的来抓捕。这对受害母女去相信名车假投资，欠的钱拢赔了，搁去抵押房产，哄骗超过1200万。测试报案了后，警方调查专案，有10个车手涉案，甲因为报案在家含即摆红掠的扣掉，搁有3个人需要追查，但是死者损失的钱早都唔知影去倒位啊。拄报特勤队攻入去民家厝，嘛是侦办诈欺案件。这个不法的集团，一大犯罪手法就是甲被害人做套路，加入电商平台，讲是只要开始注册就会当赚真侪钱。受害者有81个人，这么侪，拢总是美国人。那诈骗集团会使用即时翻译软体，英文同时对应到中文，与被害人进行聊天。无分国籍，不管是做什么工课，拢有人哄骗。台北市刑大接到6个人报案，哄骗的模式拢是典型的假投资，对大学的老师市场的打伤，到银行的乡里拢伫受害名单内，总损失是得要到6000万。其实透过警察的一个宣导以及行库的一个拦阻，事实上来讲效果有限。我还是要麻烦这位大众的这些家庭成员持续去了解自己的家人是不是有受骗的情形。涉案的诈骗集团是还未完全抓到，警察会继续对顶管去找源头，无排除受害人数可能会搁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民众去做医学美容，诊所医生甲伊麻醉出来青公司。卫福部表示，讲特管办法规定，规身躯的麻醉注射要有麻醉专科的医生伫咧现场执行。若准无这诊所会罚25万。台湾麻醉医学会就强调，伫这麻醉医学内面呢，并无困眠麻醉这款的讲法，这颠倒会让人无重视麻醉的风险。建议民众要做手术进前呢，就要确认讲伫现场敢有麻醉科医生。有一个爱死的人为着拄着面的尿痕甲斑点，会去煮煲尿酸。不过，之前有民众到医美的诊所做电波牛皮，疑似麻醉了后死亡的事件。有部分民众咧选择医美的时，搁较细致。可能会爬文吧，就是看大家比较推荐，然后就是没有局限，就看大家的评论这样子。对啊，还是会去做医美。未来如果有需要，还是会做。对，女生嘛。你当下如果有合作的大医院来急救的话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有麻醉科医师。民众的烦恼毋是无原因，因为卫福部公布的特定医疗技术检查检验医疗仪器施行或者是使用管理办法，简称特管办法的规定讲，全身麻醉的静脉注射应该由麻醉专科医师专程在场执行，中度或者是轻度的镇静麻醉是无一定要由麻醉专科医师执行，不过医生要受过麻醉镇静训练课程，来确保病人的安全。也麻醉科医生也提供民众自保的方式。请问一下你的麻醉医师他叫什么名字？好，他的麻醉专科医师字号。另外，你可以请你的麻医出示他的这个职业登记证以及专科医师证书的相关的这个文件。如果是有这个25条做这些项目，然后没有麻醉科专科医师，那他就是用医疗法第103条去处罚这家诊所，5万以上25万以下。台湾麻醉医学会发声明强调讲，麻醉医学当中无私民麻醉的这个词，这种人喙火的讲法可能让人轻视麻醉的风险。卫福部也呼吁民众，一旦到医测会官网查这间医美的诊所是不是通过美容医学品质的认证。那诊所对医师的简介登录不实，也根据医疗法相关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呢，这偏湖的湖西乡红路本所坑台场柜的大火烧，因为有风伫咧吹，烧超过20点钟，一直到今仔早起7点外，才无搁再导火。这场火灾也造成4台本所车、1台主管回收车烧起。偏湖有8成的本所拢是遮处理的，县政府也向中央来讨救兵。高雄市政府表示，讲明仔载会有2台本所车去到偏湖支援。
经过一天一暝，初10下晡，掩埋场已经无明火，怪手开始入劈乌，消防员伫边仔转水降温。暗时粪扫车要倒的地点，赶快嘛要转水，避免伊阁烧起来。这场火互消防员有够忝。大火伫前一暝是搁较明显，火势延烧超过20点钟。澎湖本岛5个消防分队的队员拢总停歇，每4点钟换班一摆来拍火。澎湖县乌西乡红螺粪扫卫生掩埋场，技术粪扫塔甲产生坑气，引起火灾，风势搁大，互掩埋场规个是大面积在烧。12月9日，本局共派遣21车53人，10日共派遣11车20人。那相关起火原因正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火灾甲清洁队所属的4台粪扫车、1台资源回收车、2台山鸟和1台沙坡车，拢都烧甲干那剩架啊！为外手上冒山鸟对讲机受损。乌西乡马公市找到规工，初10的顶半工，因为火灾停收粪扫，因为澎湖县8成的粪扫拢载去东地台，官府紧请中央到3工。采购的话也要1-2个月吧。会来支援一阵子吧，厂房要重盖啊，那临时办公场所可能调货柜屋啊，怎么样先来支援啊？官府讲，毋是正方面这边，阁有所在让掩埋粪扫，初10后半工，粪扫正常清运，派去的设备场迄修理差不多要4000万，要经过采购定数。短时间内掩埋场无法度发挥全部的效能，国市府伫11会派2台粪扫车坐船去澎湖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说你无事本来看这台中沙拉行早起发生一桩真罕见的车祸，有一台拖拉机可能是这无甲车道降落来，经过天桥时阵呢，这后壁的货柜就直接落去哩啊，影响到当地交通。这货柜无固定好势，警方讲要罚，若弄到天桥的部分，市政府也要求行为人就要赔人。车顶专线的车驶真紧，就通过路口，毋过一只货柜拖板车技术车道无降落来，直接弄到行人路桥，货柜随落伫涂骹，弄一个“砰”一声，附近的店头佫继续发生爆炸。就听到一个巨响，我们以为什么东西爆炸，冲出来一看，怎么货柜掉在地上了？那个路桥常常被撞啊，都是货柜的啊，因为都已经超高了啊。早透早大约8点，56岁姓陈的男性驶货柜拖板车由台湾大道7段往海线方向驶，经过沙勒区文昌街口附近，因为车体总管道越过行人路桥限悬的4.4公尺，才会造成这个交通意外。虽然无伤亡，不过互行人路桥阿门头落来，车辆顶各种涂骹搁一空，交通一时乱糟糟。警方认定驾驶在货物无照规定装好势，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诚然载运货物未依规定装载稳拖，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第1项第7款，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以下罚款。经检查桥梁主要构件如大梁、桥面板、支撑及墩柱等，所幸并无位移或破裂、变形等状况，仅有2底轻微水泥剥落及箍筋外露，受损轻微，因此并无立即危险之虞。后续将派工修缮。建设局派人到场检查受损的状况，确定行人路桥主体结构并无变形、破去或者是甩尾，无马上的危险。敢若底部的阿门头落落来，佫有箍筋显现出来，后续会派人修理，也会向行为人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讲话爱说你，毋但引起争议，甚至有可能会食官司。有103年历史的家己女中，进前宣布明年要招特殊班的查甫学生。校长是希望讲，这查甫囡仔的数理科表现较好，会当带动查甫学生。不过，这话虽引起学生也有校友的不满。在教学大楼顶悬，搭加入8年创校103周年的家己女中，校长初6宣布明年的第1摆来招收特殊班的查甫学生，但是因为校长讲到希望招入来的查甫学生数理表现好，难度强学，互部分学生和校友质疑家庭两成具印象，因此拒绝收查甫学生。如果是为了说招男生这件事情要来改变这个问题，我想是有一些难度在，所以它不会是很谨慎的一个手段。因应临近男校招收女生的问题，本校有此的因应啊。但是这个还是要经过教育部的核定才能实施。在迎新活动，师生互动是真好，校方解释讲是烦恼冲击招生才考虑招收查甫，一寡学生是无法度认同，烦恼讲有适应的问题。但是有过这种经验的学生认为讲问题无介大。因为我以前也是男校啊，后面有招女生，对，所以就
就自然而然就会融入了。就跟传统有点落差，但就是其实整体来说没有到影响很大，因为我们之前国中、国小也都是混校。在多元性别教育之下，敢若收查某是敢若收查某的学校愈来愈少，但是要行出第一步嘛是需要适应。专家认为讲，除了调设备和环境，可以一步一步来。从一些特殊的班级开始，渐进式的让同学觉得说，哦，今天我加入了男生跟女生，对我们的学习并不会有一些担忧。反而会跟传统单一性别的学校，它可能会走出不同的一个教育的氛围。学者认为讲，有查甫嘛有查某的教学环境已经是趋势，无法度搁闪嘛。若有机会用早和无共性别的学生做伙学习，对互相之间的沟通相处嘛，拢有正向的帮助。应该理性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南韩国会车执通过，要赶紧把温室液等叛乱嫌疑人抓起来国际案，而且要任命详细特别检察官调查温室液敢有涉嫌内乱叛乱罪。另外，车单核案呢，因为这执政党阻碍，落尾是无成功，在黑党按算伫12，搁再提起单核案，准备伫14，搁再表决一届。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初三暗时10点半向发布全国戒严令，引发混乱。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初九提出叛乱特别起诉法，透过任命详细的特别检察官调查尹锡悦是毋是因为戒严制造内乱，有犯叛乱罪。经过法治司法委员会批准了后，初早交付国会表决，以210票赞成、63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法案，而且尹锡悦无权否决。也那初九同一天，南韩检方紧急戒严事件特别侦查本部，就以涉嫌和尹锡悦合谋发动内乱做理由，向法院申请抓前国防部长金良显。因为金良显向司法机关表明放弃审查，所以上紧初早暗时就决定敢要甲伊抓起来。伫检方继续调查期间，毋但尹锡悦，阁有首尔警察厅长、警察国会警备队长甲陆军特战司令官，计共5个人都互限制出境。 5분, 10분 전에 내란 수계 피해자 윤석열 씨는 출국 금지 당한 거죠? 예, 그렇습니다. 南韩国会初次对尹锡悦的弹劾案表决，执政党国民力量离场来抵挡，不过安德秀有关留伫议场内底等待表决。伊接受法新社的专访表示，因为伫投票进前党团无予尹锡悦敢会落台的答案，所以伊敢会当选择投赞成票。 저는 민주당 그 의원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게 아닙니다. 국민들을 위해서 투표를 한 겁니다. 当讲另外一名执政党的议员金瑞智是伫党团离开了后，搁再转来加入表决。虽然最后无达到法定的人数，提出弹劾无法度通过。不过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共同民主党12会搁向国会提交尹锡悦的弹劾案，并且按算14搁再进行表决。公司新闻沈录培编译。 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落台了后呢，当地时间初九，留守的总理加拉尼和领导反抗军的焦拉尼头一届会面。伫咧会面的倒边会当看到的，就是这叙利亚总理加拉尼，那正边第二个就是这反抗军的领导人焦拉尼。焦拉尼指出讲，反抗军的成员虽然是少数，不过长期占领部分城镇，对政府的治理已经有经验。那总理加拉尼也甲焦拉尼表达。 政府的运作管理袂当完全无使用阿塞德时代做法。另外，叙利亚的政权改变，美国表示愿意和叙利亚所有组织合作。另外，甲这阿塞德政权引导的重要势力宣布解放组织 HTS， 美国也无排除甲因对恐怖组织名单除名建立关系。 讲到这叙利亚反抗军宣布解放组织推翻掉阿塞德政权了后呢，有上万个叙利亚人去到专门关政治犯有关3万多人的塞德纳阿加格找找因的亲人。 叙利亚的反抗军3解放组织进入塞德纳亚加格，几6间笼仔拢关愈救犯，反抗军一间一间解锁开门救人。反抗军设备攻入大马士革，结束阿塞德家族50年长的高压统治。军队甲非政府组织白头盔，阁有大阵的民众，加当讲找到赶去专门关政治犯的塞德纳亚加格。 9月第1天放400人，这位富人人讲，10年前政府甲伊讲，伊的小弟已经伫加加内底过身，不过伊唔相信。جيت اليوم متأملة إني بحكي على إيه ما راح أصدق كلام إنه متوفي.
塞德纳亚感觉是阿塞德关异议人士的主要地点，自来名声就真臭，也正做阿塞德目前的代表。关于对象无分男女老幼，对牢房的3个物品来判断讲，这间牢房关真侪囚犯，环境是真恶质。这个牢房设计亲像迷宫同款，除了地面的牢房，还有真侪是藏伫咧地底的通道，而且拢有设密码锁。地下感觉是目睭睭无通风，甲方佫会以各种的酷刑来刑求犯人，也表囚犯互相折磨，互犯人生不如死。搁做调查组织指出，塞德纳亚感觉每一个礼拜有数十名囚犯互处决，对2011年内战开始到2016年，互杀害的囚犯有13000人。There were torture reports, summary execution, mass graves. And people come here to find any sign of their loved ones. 反抗军伫家角找出大量的文件，证明有家角的官员佮有囚犯的相关资讯，是救援犯人的线索之一。为着赶紧找到伫地底的犯人，反抗军甲民防队利用简单的工具来挖通道。就伫咧反抗军进入大马士革了后，阿塞德的总统府甲官邸拢互民众总入去抢劫。我才发现阿塞德的官邸有40只贵酸酸的名牌车，包含宾士、劳斯莱斯、兰博基尼等等，敢若是一只法拉利 F50，价值着强买1亿的代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卫视线顶字典选出2024年度代表字 Polarization 两极化。这二代编辑表示讲，这个事实反映着当今美国社会伫咧政治种族关系，也有意识形态是分派分甲真严重。The world today is much more divided, very polarized. Because people are very polarized about what they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2024年这个大选年，无论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或者是百姓，讲到时局上接用的字是 polarization 两极化。每个月线顶浏览量有1亿次的卫视线顶字典。根据数据追踪数据的超测甲使用量，算出来的2024年年度代表字就是两极化。这个19世纪初期对物理的偏振现象，偏攻击演变来的字。In this case, I will also say that polarization, it means division, but it's a very specific kind of division. I mean, the word division just means split, so that could be divided very closely. There are other words like tribalism,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have sort of pre-existing ideas and ideals. 替选举做例，真侪美国的选民伫投票时，拢会甲敌对的阵营候选人打一个对国家生存会造成威胁的标签。美联社一份针对12万外选民所做的调查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支持者10位当中有8位对川普的观点非常或者是真烦恼。另外一边也同款，共和党川普阵营的支持者10位当中有7位对贺锦丽是同款的态度。而为国家字典选出的年度代表字，毋但是使用度上悬的，佫会当体现时代的精神甲流行。12月初，英国有电字典公布的年度代表字是 brain rot 脑腐，形容上过接触垃里垃杂的网络内容，致使心身或者是智力恶化的情形。研究字典是选出明星、网青、导演组等社群媒体的意见头人爱用的 manifest， 显明证实这个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立法院今仔日审查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静方认为讲，伊进前废死的立场是真明显，对这死刑遵废的态度变作是立委关注的焦点。然而，司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和在野质疑讲，伊的政治立场是变来变去的。变去。你说你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专业，忠于自己的良心，但是这样的变来变去，我被动的被柯文哲邀请，我被动的被施明德邀请，我被动的被赖清德邀请，我甚至于被动的参与新党选举立法委员，没有一个是我主动，所以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我没有把任何人当做一个对手。韩国瑜当年参选高雄市长毛翠怡，否认家己是政治变色龙。立法院专业委员会彻查审查
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因为姚立明抹插无共政党，变作朝野立委关心的焦点。所以到今天为止，您心中认定的是中华民国？没有错，我认为中华民国没有人可以否认嘛。所以你没有所谓的。你没有所谓变色的问题，没有问题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才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宪法问题。民众党立委陈嘉珠这个姚立明伫自段故意嫌红衫军的经历，不过姚立明回应红衫军是社会运动，后续争议无参与。但是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晶较早互人认为废死立场明显，立委关心未来对死刑遵回的态度。全体的国民没有权利知道你在这个重大的基本人权保障的议题上面的想法吗？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议题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要尊重宪法法庭的裁判。国民党立委杨庆英是质疑张文晶未来是不是会推杀终极废死？张文晶回应，这不是上级别的议题，死刑符合宪法，不过必须严格予以适用。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关心张文晶对在野要受宪法诉讼法的立场。张文晶表示，这个法实施较无2年，已经有国内外学术研究，认为效能有提升。希望立法院会当予宪法诉讼法更较侪机会。二是立法院要搁进行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表决，预测会搁有朝野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宣布，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投配协定对即马开始生效。为着要应应到全球的这个面对供应链的转移，也个乌克兰战争，甚至是以巴冲突等地缘政治所影响之下，为着要来稳固双方的经贸关系，那行政院长杜永泰早起也出席到上总的座谈，工商界也表示肯定，而且也呼吁政府讲，这 FTA 自由贸易协定就要赶紧签，避免关税冲击。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为2024年12月7日正式有效，包含5大议题：简化一般性通关加进出口贸易流程，提高法规定出透明度加公众参与，共同打击贪腐，维护市场机制。另外，方便咱国服务业者去美国申请，共同提供中小企业更加侪资源，进入美国市场的商业机会。这是台美关系发展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天，也证明彼此都走在正确跟相同的道路上，会加深彼此的合作，深化各种的连结。很多的自动化，很多的通关，给予特殊的这个待遇哈。那我想这绝对是个好事。那我们更希望这个 FTA 能够尽快的能够来产生哈。那有很多的这个关税上面的问题。上总表示，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便利双方贸易绝对有帮助。不过影响贸易的都是关税。未来美中贸易关税大战，台湾产品要有国际竞争力，都是要避免关税一直起。另外，针对中国对 AI 晶片抢回答提出反独占的调查，经济部表示有掌握所谓供应链变化状况。回答大概卖到中国的东西，都是在台湾这边制作的所以那个大概没有一些正相关。我相信他们应该都有一些应变的方法。那如果需要政府这边给予协助，政府非常乐意来帮助我们的台商。早起这场行政院甲商业领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代表也提出63项提案，其中3项牵涉到甲中国的贸易往来。科技部嘛呼吁政府两方爱国交流，经济商业模式才有法度运作，建议以旅游优先。以转达行政院长杜永泰回答，事实并无禁团令，因为已经开放1000多团去中国，希望对方原来当对顶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长亚病毒的疫情有较降，就医人数虽然平顶礼拜减下到2成，不过也是有21000人次，也有一个长亚病毒的重症出事，干5天的医院去感染到这克沙奇 B3型，是今年上届细汉的个案。这一例是目前今年的8例里面是年纪是最小的。他到医院就医之后呢，医师是诊断疑似败血症而收住到加护病房，确定是这个克沙奇 B3型的肠病毒的感染，是有包括脑膜炎、心肌炎，以及有这个肝功能异常，还有血小板下降和凝血功能异常的这些重症的情形。
出事者5天的医院感染到肠仔病毒，目前已经复原，已经出院，感染源等咧追查。疾管署统计今年累积8例肠仔病毒重症，其中6例无到1岁。医生也呼吁讲，这囡仔若像一直困，意识无清楚、吐袂停、心跳变紧，无排除是肠仔病毒重症的表现，就要赶紧送大间病院治疗。全高中公布今年10大教育新闻，讲到这达班林姑岭的是排伫咧第1名。全高中是不办这款的政策，增加着校园也有老师的压力。不过希望囡仔林姑岭补偿钙质的董事基金会也指出讲，这囡仔逐工食的钙质拢无够，只是政府林姑岭的政策，只是讲这配套措施就要做好势。全高中今年度金理奖颁予会教育界出来的农业部长陈俊贵，讲今年推出的班班林青岭是错误的政策，强调政策无看到对乐农的保护，煞敢来增加学校的乱象，年品保青配送，直接造成教师的压力。就是对于现场教学的扰动，今天也接到农业部还要召集各县市，这样一个错误的政策还要继续做。全高中嘛不满农业部11月份表示，明年学校无勉强参加这个政策，认为真无负责任。不管是要甩给学校来做决定，或者是稍后有可能又有什么这样的决定，其实都一定是把学校跟教育人员推到风口浪尖来，这样的情形应该是要马上停止。不过，较早一直促成班班林青岭政策的董事基金会是一直讲，学生囡仔需要补钙质。国民营养调查发现，我们的孩子这个钙质长期不够，然后我们的乳品摄取量也不到1份，钙质在学校里面说3份，几乎没有学校达到。基金会讲，日本的学生囡仔逐工啉青岭，韩国的学生囡仔啉青岭是政府出钱的，台湾一礼拜才啉2届，已经输予别国。佮讲青岭甲补救岭营养成分正共，但是啉本土能源应该继续供应，不过要避免增加老师的压力。也许我们的运送时间讲好，厂商愿意来帮这个忙，资源是争取来的。这样一个好的政策，一定要鼓励上路，不能让它缩水或倒退路。农业部刚才用文字回应，感谢各界的指教，会好好检讨精进。讲李亚伫各界的印象是脚踏实地，农业部会坚持这个精神，持续精进政策，为台湾的农民做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上下班出车祸，伫咧工地做事无细力摔落来，这拢是职业灾害。为了让民众知影讲发生意外了后，会当安怎来申请职业灾害的补助，要去倒位做复健。这就同步到翕影片来介绍到职业灾害的状况。落工会当安怎来找找资源，希望讲有需要民众拢会当受到政府的协助。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复原。没事啊，你没听过拍断手骨电都用吗？影片内底阿文因为做工课无细力，互机器伤到，后续透过职业灾害专服员的协助复健，后来顺利转去做工课。这是劳动部翕的宣导影片。劳动部这案署表示，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了解，若是有职业灾害，政府有提供专业的服务人员，通协助劳工复健，申请补助，面对困难。有的时阵伊唔知伊要安怎。经济上啊、心理上啊、医疗的方面啊，有要登去做工课无？什么时阵适合登去做工课？职安署表示，职业灾害分做职业病、职业伤害2种。亲像营建业这款风险较悬的工课，因为接伫较悬的所在做工课，骹手上接受伤，甚至有可能会摔落来。若拄到这款职业灾害的案件，职安署就会整理提供职业灾害的服务，帮助劳工来了解。针对这权益部分，先甲伊做一个说明，有一寡法定的规定，先互伊做一个补充，互伊了解一下，然后接下来我就是一直来关心关怀。职安署表示，若是发生职业灾害，应会协助劳工申请补助，找适合的复健资源，嘛会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另外，宣导影片当中的演员嘛有分享家己咧做工课时受伤的经验，嘛讲伊是因为翕即个影片，才知影有职业灾害的资源通申请，伊认为帮助真大。发生的事情就是自己在训练的时候，虽然有专业的指导、武术指导在旁边，但是还是有受伤。就我自己是肋骨去撞到，就是
差一点点就断掉。那目前其实还会痛的状态。这安数嘛强调，职业灾害各行各业拢有可能的发生，就算是去上班的过程出车祸，这嘛是职灾的一种。呼吁民众发生职灾意外，通找政府斗相共，安尼就通早一日回去到工课场。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台北的大巨蛋办这世界棒球12强赛和演唱会，提供一个正赞的场所。即马台中和中华也想要起一个大巨蛋，不过有民众是无认同的。有学者是认为讲，这台中是有起大巨蛋的条件，不过经营方面呢，就要更较多元哩。台湾得到世界棒球12强赛冠军，掀起棒球热。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日前建议中信球团伫台中起大巨蛋，更加符合棒球比赛使用，也会当分散台北大巨蛋的人潮。民众是看法不一，帮助附近带动一些经济上面的成长，然后还有像演唱会也可以进来，还有运动赛事也可以在这里办。北部的话，对我来说就够了，对。北部就够了。对。台中市长罗秀燕加中华县长王惠美不约而同伫咧9号拢释放出要规划兴建大巨蛋的消息。台中预计需要200亿的预算加6至10公顷的土地，目前议员伫咧盘点，预计伫咧罗秀燕任内完成选址。中华是选定伫咧中华交流道附近的地区，而且呼吁有地缘关系的中信加美全球团投资合作，会再额外的帮台中市做一个大巨蛋。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中信金以及味全集团能够回到彰化，跟我们一起打拼，我们一起来孵蛋。体育学者认为，中南部确实有兴建大巨蛋的营运空间，但是以国际赛事考量，加台北大巨蛋分别担任主场馆加热身场地来讲，两粒大巨蛋之间的车程袂使上远。另外一个场地距离大概超过2个小时的车程就不太合理了。那中部地区的话，跟台北的交通间距相对是比较接近一点，所以不管是人潮的流动、交通的安排，跟相关的可能带来的商机，我会觉得中部的考虑会比南部好一些。聂超人强调，台中甲台北车程大约2点钟，加上是人口第2大城，交通设施普及率高等优势，确实有兴建大巨蛋的本钱。但是建议规划包含赛事、商演等多甲跨经营策略，才会当避免用地。记者台中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投入146万，找5个专业的老师来辅导这新德县峨眉乡12条风景区，发展到这观光品牌，利用当地农特产，规划出家己的地方特色。美丽的湖，再加上西头山景色，这是峨眉乡的12条风景区。为了推动在地观光发展，今年在地商圈特别以农村旅游体验，找专业的老师以当地农产品做主题，设计出各种的 DIY 行程，协助地方发展观光。峨眉乡的这些乡民哈，不管是这个中老年的或者是青年人来学习，那延伸到今年，我们是希望能够传承下来，所以是所谓的职人培训计划，让真正的这些工艺跟这好的这些绿色生活的应用，能够落实在我们在地的人，他可以来做出一支像这样，然后再送给你，或者教你怎么做，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 DIY。然后再来，主要是说他因为是亲手做的，所以意义是非常的不一样。亲手家己做的纪念品，更加有温度，也当让观光客对当地有感情。这几年台湾不少民众拢选择出国佚佗，影响国内观光发展。交通部观光署参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年就投入146万，找5个专家也是老师，辅导12条风景区建立家己的观光品牌，利用家己的优势，发展出属于地方的特色。新的旅游体验的部分那我们就针对生态旅游还有身心疗愈这些主题旅游，我们重新来打造包装，那跟我们的观光产业链结合那希望国人也可以来这边走一走那也不一定要一直往外跑了。到日本或到一些其他地方，他们都会强调手作，因为手作才会带着感情。然后这边又是用在地的这个植物，加上最近峨眉湖的宽湖步道嘛已经准备完工，在地人相信，市郊会吸引更加多国内外观光客来这佚佗，希望未来会当甲峨眉地区打造做一个国际观光的景点。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
宜兰打起天主堂虽然是历史建筑，不过爬远真久咯，这环境也变甲乱糟糟，建筑物也是危老有安全的记录。不过目前县政府和教会针对是要修复或者是登记，双方是无共识的。宜兰打起天主堂甲附近的设施已经互定落做历史建筑，不过这个建筑煞去互拆到一半，即马放咧遐爬远，变作是危老。住在旁边的邻居每天看着这个断垣残壁，他心也不舒服，里面杂草丛生，甚至有毒蛇出没。有民代认为讲天主堂的环境垃圾，草啊生甲规个，现在有抓甲蠓虫，这个建筑已经变作危楼，那倒去嘛有安全的记录，呼吁官府爱赶紧修复。就是因为它已经拆到一半了，怕说有时候那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怕它会比较容易倒塌怎样？那会觉得它平常环境有点不好吗？还是？不会因为我们这边离那边应该有一定距离，而且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什么。附近的居民嘛有人烦恼讲，这间厝若倒去会有安全的记录，不过嘛有人认为影响并无大。这间打起天主堂是伫1963年起的，福建院是伫1971年由天主堂新妇募资起的。伊当阵正做小儿麻痹囡仔生活甲复健，还有复诊的场所。2016年互提报做历史建筑，不过却引起教会不满，了后甚至提出这间厝去互偷拆的争议。虽然这间天主堂已经爬远去，不过也是互定落做历史建筑。但是文化古迹不能现在用这个断垣残壁的这个现状当成这个文化古迹啊，好，那你应该让我们的这个土地所有人，有权利去把它恢复到原状嘛。针对于我们要规划设计的区域，要修复的区域这个部分，我们要再跟教区那边取得共识，才有办法进行。目前，官府已经完成这间打起天主堂修复再利用的计划，已经进入规划设计阶段。不过，教会坚持讲，应该要把即马已经爬远去的建筑全部拢拆掉，以原底的面貌甲重建。不过，官府认为讲，这个方案真好得到民主委员的同意，建议修复目前的建筑。双方的立场到底是真好达成共识，官府讲会持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14月初10是世界人权日，地南洋基金会伫咧高雄历史博物馆举办地南洋特展，透过历史文物了解到地南洋这位台湾民主运动的前辈伊的生命故事，做回来思考到人权也有民主自由的价值。有人说，明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所以把想念写成9岁的诗。地南洋的查某囝郑德梅，甲思念爸爸的心情写作诗，伫咧初10世界人权日即天放送。地南洋基金会伫咧高雄展出100%言论自由地南洋甲自由时代特展，透过6个展区的大数据，用杂志、画等等的历史资料，互民众了解台湾戒严时期对言论自由的期待。一寡较有地些，还是讲对民主向往的人他就被台湾的这边的戒严就受到了伤害，甚至丧失了生命。韩国因为着戒严这个代志，大家愤怒加上街头的时阵，咱嘛是爱思考讲台湾的民主自由，咱现处是咱是要安怎来甲伊守护。这摆特展呈现当年自由时代杂志社去互政府禁止出版的传票、甲采访手稿等等的历史资料。地南洋的看手叶玉兰表示，这是头一摆将地南洋的展览办伫咧高雄官方的博物馆，互本土的故事会当大声讲出来。让大家能够诚实面对心中的恐惧，也不要害怕面对冲突，因为就像当年1987年。郑南榕以及他的朋友们在做228平反运动所举的标语一样，诚实的历史，健康的社会，唯有诚实的把过去发生什么事说出来，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健康的往前迈进。延续地南洋基金会台北的特展，这摆结合高雄历史博物馆，会展出到明年4月，5万民众做伙来守护真无简单得到的民主自由甲人权。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
世界棒球12强，咱台湾队摕到冠军。台阳上用这条歌也变作是台湾人的团结代表。中华职棒协会会长蔡其昌最近伫网络顶头表示，要甲台湾上用这4个字印作是春啊。不过详细甲看这春啊写的上，唔是正确的台文字。就关注台基本的网友甲台基专家，希望讲这字就爱赶紧甲伊改过来。 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摕到冠军，替选手加油的歌曲《台湾上勇》嘛庆红起来。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前几日有表示要甲台湾上勇这4个字印做春啊，这嘛引起关心台基文的民众学者注意，认为运动爱写正确台文字。书法家陈世贤嘛亲笔写大字印冠上这个字的台文正字，有台基学家解说这2字的差别，认为台湾上勇才会当解说是台湾上厉害的意思。 啊！你讲啊，那得奖的人是毋是徛伫上悬迄位？啊，第2名徛伫第2坎的。啊，咱上勇就爱徛伫上悬的，所以迄个是上，就是爱上悬的。啊，你甲写迄个，即摆因写毋着迄个上啊吼，表示是还会使。所以你若讲上课、上课吼，意思是还会当。 另外，还有侪侪台语火车文拢用中文冠死写阿嬷，毋过应该写作阿嬷这字才对。有网友就发起阿嬷正名的运动，还有另外昏头卖乱弹，应该写作昏头卖乱弹，这是正确的。台语路协会认为台湾会出现这侪无正确的台文字，这甲台湾人习惯用中文、华语思考有关系。读了后，听起来就知影讲哦，原来迄是。 昏头卖乱弹，譬如讲安尼，所以代表讲大部分的民众，第一因会晓听讲台语，第二因读汉字是用华语的音去读，所以才会有足普遍有这个台语火车文的这种情形。台语路协会呼吁政府应该趁这个机会，让大家认捌正确的台文字。台语专家罗光成嘛讲，目前虽然教育部、文化部拢咧重视台语正名，不过嘛望其他政府部门会当来使用，让社会认捌正确的台文字。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有一寡动物专家会结合着电脑，也有人工智慧的专家对声音资料库去分析，发现讲枪会用无共款的声音去叫别只枪。也有专家发现讲有一寡猩猩呢会去找特定的食物来治疗发烧、细菌感染，或者是讲有空喙情形。 对动物园到非洲的大草埔，像枪这种叫声，会使讲是定定听到。不过科学家佫发现讲，若是低频率、正低这种轰隆的声，毋但会当传去真远的所在，佫有可能是包括个别枪专属的称呼。研究人员在放送声音资料库内面，有一段特定的录音档，一只叫做玛格丽特的母枪，就会用打耳仔的方式来回应，其他的枪听到是拢无得甲插。 虽然讲学者甲大，阁无法度找出讲到底是录音档内面的对一段代表个别唱的称呼，但是已经会当确定讲，因伫群体内面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叫特定的同伴，亲像公唱和母唱之间要找拍正的时阵，就是安尼。That elephant will respond or come up to her or whatever, and so that sort of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a means by which to communicate who they want to talk to. 海洋生物嘛有亲像这种的沟通方式，亲像海底海翁的同类群体内面，个别的海底海翁要追踪其他的同伴，都是用特定频率的声做信号。当然，动物的智慧是唔难的。各方工人和人类上相共的猩猩，和科学家发现讲，因会用古早人形容食饱草的方式，找特定食物来治疗伤病。He was observed feeding on this plant for 13 minutes. And then he continued chewing but stopped swallowing and put the plant sap from his mouth precisely onto the wound. And he repeated this behavior for 7 minutes. 科学家找出猩猩锁定的10几种食物，交互生化实验室来分析，结果发现讲，这食物提炼出来的精华，有的会当杀菌，有的会当退烧，是大自然的药房。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讲，宠物的主人也是训犬师，拢会使互狗仔对特定的物件的名称做出指定的反应。但是到目前为止，动物专家嘛是无法度确定讲，狗仔敢真正会当和人共款，甲特定的一寡字和物件做正确的连接。不过大家会当确定的，就是这个动物真正是比人较早想的巧济啊。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最近天气这片画面在气象，咱就会来详细看。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5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3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